某日，两国战火如荼，总司令为了激励士气，来到了大草原前线。总司令问：“情况怎样？”上尉报告说：“报告总司令。”前方20公尺的帐篷旁有一个拜索斯的狙击手，不过他的准度很烂，这几天射了好多次，都没有射到人。总司令听完便问：“既然发现敌国的狙击手，为什么不把他干掉？”上尉说：“报告总司令。”不好吧？难道你要让他们换一个比较准的吗？